讲到这快筛试剂是互需要的人去用，唔是买来囤货哦。也这快筛欠遐济实行了后，真济民众3钱排队要去买这试剂。不过，伫咧新德县的北部甲尖石乡这两所在，这是因为这个因当地药局卡手无够，本地是无都配合政策的。不过卫生所也无配到这快筛试剂，落尾卫生局有去协调，总算有药局愿意来到位啊。一大早，市区药局门口就民众排队准备要买快筛试剂。新德县有90多间健保药局参加这届徛名制快筛试剂通路，不过在北部甲尖石，却因为当地药局人员无够，无都配合，民众根本买不到试剂。家乡买不到，然后我刚刚还帮我那个去竹东买，这边又有很多老人家，其实当地的其实那种年纪都已经偏长了，大概都60以上。然后所以他们其实都很害怕。当地的人力不足啊，我们健保药局人力不足，所以还在协调中。那也希望我们中央可以协助我们地方偏乡坚实的部分，卫生所协助实名制快筛试剂的发送。新德县卫生局参地方药局协调了后，总算是解决问题。接下来等中央配发试剂。当地民众得当就近买到快筛试剂。经过我们的协调也都同意加入那现在就是等中央配发快筛试剂下来就可以让北埔乡、尖石乡的乡亲就近买得到快筛试剂疫情继续短，快筛试剂成做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真侪民众拢想要尽早买到。目前新德县市各地药局拢是点外钟左右就卖了啊。记者刘君豪，新德报道。